台湾看世界，昨昨日啊，这个周末，香港也是真混乱。昨下晡，民众自发性游行，到下晡的5点半，香港的警察发射着催泪弹，甲抗争的民众喷水条，甚至互怀疑伫水车内底掺催泪的水剂。啊，这个暗时，香港警察到游行的起点铜锣湾，要来盘查一寡穿乌衫的民众，结果是甲民众发生滚后炮的冲突。头前就混乱，敌幕警察将媒体挡掉了。亚警棍将人挡掉了，也阁挡袂掉香港人的愤怒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是晚上7点多的铜锣湾哦，往这个方向看过去呢，其实都是民众，我们可以听到民众不断的叫声哦。然后另外一个方向看过去呢，其实就是镇暴警察，镇暴警察围着一圈呢，有时候跟民众发生冲突呢，民众就会相当气愤。规场人喊同款的口号，拢向前行，无退后，要互因压力，唔能互因搁伤害家己的人。就像安尼，昨下晡5点半，催泪弹一直拍，水炮车嘛一直撞，这的民众被怀疑讲内面有淋催泪水。有时会使看到示威民众弹汽油弹甲装啊甲反抗，刚经摕盾牌步步进兵。可以看到呢，经过一阵混乱之后呢，最前方的镇暴警察呢，正是持续往前进推进，而后方的警察只要看到地上有障碍物呢，就是立刻清扫，要让后面这整排车子呢可以跟着一起过去。为中环金钟一路退到铜锣湾，半暝穿乌衫的示威民众已经离开啊。四界拢是障碍物，甲部分停开的港铁站，也毋过这阵香港人无散去，老人囡仔拢有。